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这个汉字，伫台湾话内底，往往一字真侪迄个两音、三音的。原因就是区分文言甲白话，汉文音甲讲话音无共啦。你像讲数字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若以汉文音来读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国情啊，你是袂晓读，读这万数无啦，毋是干那国情啊会晓读。相信所有观众朋友，你拢会晓读。咱咧报电话的时阵，我分记505，你甲看，咱就是读汉文音，毋是讲白话音。我无讲叫你考50565，无啦，50565，电话番号你记好条。有影呢？有影，毋则讲吼，共款汉字写出来，台湾话用汉文甲白话来读，解说又阁无共。来，头一个咱来记。国情啊，我知啦，这两字吼，看到嘛知影你要讲大人，大人无毋对，这就相对音啊，这叫做讲话音、白话音。啊，原来有汉文音无？有咯，大人的汉文音，大的汉文音叫做大，人的汉文音叫做人，大人。日本啊时代咧叫警察，叫做大人。过来，国情啊，既然有大人，安尼原来有小人，当然有小人。原来是汉文音，小人的解说就是讲用无做假，使鬼人蛇，专门要讲设计迄款人，或者小人。啊，那小人汉文音，安尼讲白话，这两字有解说无？有咯，小人，小人敢有？小人是无啦。毋过你若小，甲读本调，人甲读轻声，小人安尼就有啊。小人咧讲啥？咧讲人家己称呼家己。小人在下不在乎国情。有影的国情啊，共款这两字汉字，原来两种发音呢。啊，佫有佫较趣味的，咱佫来甲看，佫来甲看讲这两字啦，这两字吼，鼓后壁这里边来读两音啦。鼓吹，咱咧讲的打滴，咱咧讲迄款乐器演奏的时阵的鼓吹，这一种。啊，另外吹这字讲白话，啊，佫有别种音无？有咯，这字原来会当讲叫做吹。安尼国情你甲我举例一下，这两字。那讲白话，毋得变做鼓吹。当然啦，演奏乐器的时阵，你袂使讲我去遐分鼓吹，袂使人会甲你笑呢。啊，另外一个角度啦，你若讲吼，你讲鼓舞代志的时阵，你着爱鼓吹选后国情做人上拍拼上解好用甲。你原来袂使讲吼，我去讲鼓吹选后国情，安尼原来闹开呢。鼓吹是乐器，鼓吹是鼓舞代志。过来第四句国情，过来举例啦。共款吼，后壁即字有开分啦。有无共款的情差啦？亲情就是讲咱感情中间行好亲，定定咧往来，亲情会较密切。毋过这个情讲白话叫做情哦。你若讲这两字吼，讲白话变做啥？变做朋友啊朋友，亲情啊亲情。有啥物好路你着报互我这个流浪囝。原来讲白话就是做亲情，真趣味啦。